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咱知影讲为着新冠肺炎，同款有效的药啊会当治疗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就是效好拗效第7条。效的意思就是功用效果，嘛会当讲是效能。像讲这贴药啊食了有效，另外模仿咱讲效油，若是真的做代志，咱讲效劳；若是模仿甲学习，咱讲效法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效验，这个意思就是效能、效果。有效验代表有效果。第二个呢是一句粤客家话，人讲朴树班出业无效。效这个效甲有效无效的效共音，若是读甲朴树班出业，就无好好通好读啊。无效的对同音就是无效，讲一个物件无效果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例夹做伙。迄阵讲，咱人若是无爽快，就要去病院互医生看，唔通听人乌白报秘方。乌白食药啊，那亲像是朴树班出业无效，那无效验，还佫会拍歹身体，安尼就唔得啦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效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